综合报道。伫即届意外不幸过往的死者是台中静宜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伊长期关心原住民甲人权的议题，捌做过原住民族历史正义甲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嘛捌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伊正积极为台湾的人权发声，所以消息传出来，人权团体佮学界拢真不甘。静宜大学嘛设一面纪念墙，互大家来怀念伊。林委员，你这个东西好多，你要不要多一点时间再讲清楚一点？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我很快的跟大家讲说，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这样的概念进入到台湾的法律体系或是国际法当中呢，是非常新的一些状况。甲总统蔡英文讨论原住民族转型正义，静宜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七十伫中济事故中不幸罹难。伊是台大法律系博士，关注人权甲原民议题。除了担任原转会委员，伫2016到2020年期间，也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真济摆参加国际会议，为台湾人权发声。不管是在他自己很关心的原民的议题上面，或者是在像这些同志啊、性别平权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西藏人啊、中国的人权议题上面，觉得老师其实都就是很不遗余力的呢。包括台权会、同志热线等真济人权组织，也阁有学界多位教授参伫位高丽华，拢发文哀悼林淑雅。静宜大学学生更加布置一面纪念碑，除了有师生互动，也有不少林淑雅参与社会运动的相片。唔甘这位温暖和热心的老师，老师每次就是他的那个笑容就是很招牌，然后就是不管去问他什么问题，他其实都很有耐心，他可以一直讲，重复讲十几次，他都不会生气。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温暖的老师。我觉得在这里，我代表赛德克族的民主议会，然后要谢谢苏雅。林淑雅是嘉义市知名律师林胜博的查某囝，乡亲听到这个消息是真悲伤。厝边表示，林淑雅假日拢会回去嘉义陪伴爸母，一家人的感情真好。原本这礼拜嘛要回去欢度母亲节，想要到今年团出计划。今嘛家属已经到台中处理相关后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